脚。对呀，快快乐乐。嘿，你咋跟你找终身变身？每个输要搞。霞北队中反攻。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号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芊。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洪台丹那西加向台湾海峡气象署发布海上警报，北方科啊上近礼拜暗时会卡到中南部沿海。那边反罢免，台北市长周万安徛台先完成的市长高虹安，透过大鸟警立油枪批评保昆基出卖台湾。7月7日，美国独立纪念日，100多人做伙宣誓，成做美国公民，其中也包括咱台湾的民众。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今年第4号风台丹那西，目前发布海上警报，范围包括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甲巴士海峡。在暗时啊，风台向北角来速度会变紧，上近下暗到半暝啊，就会发布陆上警报。咱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气象署持续发布西北太平洋上第4号台风轻度台风丹纳斯的海上台风警报。如果未来台风的强度发展以及它的移动方向和速度如气象署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今天深夜前后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未来它会先以今天下半天比较慢的速度，然后到明天稍微加快一点的速度，往台湾海峡的方向移动。现在我们持续发布的海上警报区域还是跟之前依旧啊，是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那明天星期天，台风正在影响我们。星期天到星期一的上半天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而随着台风逐渐靠近，这些强阵风区域越来越扩大，一直到明天下半天到星期一的上半天，台湾附近海面都有这么强的风。就以今天清晨到目前的观测，台南、高雄沿海已经有观测到7级的强阵风，气象署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灯号预警。根据上新的预报，风台上近伫咧明仔载，也就是礼拜暗时，北风科啊会先卡到中南部沿海。后礼拜一中到进前，风台上接近台湾，全台风雨拢会变强。气象署嘛提醒，虽然目前是轻度风台，不过风真强，范围嘛宽，民众就要特别注意。第4号风台丹那西透早2点形成，7号沙天东速度正慢，早起到五轮皮西南西平400多公里的所在。气象署伫8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警戒区域有台湾海峡、东沙岛海面、甲巴士海峡。目前向北北东、沙天东拜日开始影响上明显。气象署预估半暝了后发布陆上警报。明天星期天到星期一的上半天将是影响我们比较明显、最明显的时刻。会发布陆上警报吗？有可能在今天深夜以后。气象署早起针对恒春半岛大东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南部恒春半岛大东甲澎湖沿海有长影现象，部分县市有强风出现，特别提醒风台中心可能正接近澎湖，要高度警戒。特别提醒澎湖地区的朋友特别小心，这个台风是有多接近，会带来多大的强风豪雨。气象专家甲新兴也提醒澎湖要注意大雨甲强风，中南部甲华东要注意落雨。主要的影响看起来应该是降雨，会比较明显啊，因为主要强的这个风力的范围主要还集中在海上。气象专家吴胜富也形容，这风台就是伫台湾门卡口出现的风台有增强现象，路线有可能向台湾更较靠近。大概就是沿着海峡中线偏东的这个路线在走哦，但是也不能排除说它还有可能在更往台湾靠近一点点的。
这风台是毋是增强为轻度转重度呢？气象署表示，还阁继续监测，拜六暗时到拜一开始，风台向北刷天动的速度会阁较紧，愈挖近海面风险愈强。拜一各地拢有落雨，北头甲金门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预测风台会加向台湾海峡，对南部影响上大。这个乡的市啊，一透早就真侪人来抢买菜。啊，若为小琉球登来东港的船，逐帮都客满。再去小琉球的民生物资嘛，赶紧开船，避免受到风台影响。菜市啊，买菜的人是 AA 定定，工作人员是无用气气。做赢卡路市场便拿到礼拜四啊，买菜民众就比平常日多。拜六透早，受到风台消息的影响，菜价也未出现波动，卖少单啊是排甲热长。平常就是这个时候来采买，但是今天真的比较多人啊，之前不用排那么长的队伍。当地也出现伫东流线小琉球的码头，民众排队等要坐船登去东港，早帮的船帮拢是客满，原本想要伫海边渡过休假游客，看船帮也未停驶进前，赶紧结束行程。民宿的那个老板他讲说如果台风一来的话，会停电，那停电的话就一切都会整个打乱掉。他等下晚点人多，风量更大。本来3天2夜改2天1夜。虽然也是有人照常前往小琉球，多数所需要的民生物资也赶紧疏运，但是海上已经出现4级到6级的风影，有大约1公尺悬。交通船在驶的时，船身是明显海来海去。船公司表示，若观测出现危险的因素，下晡也可能调整航班。民宿端最近大概都有超过了5、6成以上。那么今天我们的船票预定的，其实看起来人潮是比真正在暑假的第1周来讲，还相比较少了有1/3。阿里山林铁7月初5到初8全线是已经性的停驶。阿里山新立游乐区礼拜日是规工已经性的休困。高雄市甲管区内25个蓄水池排空，测试抽水机、发电机甲水门的运作敢有正常。市府也提醒农民渔民要做好防风台的准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有一口罩5个人，若像互诈骗行底路，这涉嫌诈骗2个关键人去互检方叫去问过。即阵嘛有别受害者跳出来讲家己互骗去，呼吁大家都要注意这2个嫌犯。伫无甲吹暗出来，台中丰原县王的一家5个人，疑似犯罪黄金投资甲团购诈骗，这是拢是伫个细厝所在。下小姐看到新闻，发现家己也同款色彩，故中看线小界的市场的美容师，甲负责团购黄金的姓李的查某人，警觉可能受骗，由面大陪伴出面呼吁大家警戒。这个新闻就是才想说，那这个可能就是也是跟我一样遇到诈骗这样。正常进行当中的话，是有到大概应该有快有100多万。钓鱼式的团购，再来就会进入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去借高利贷的借款，再来最后一步就是暴力讨债。这整个一个循环，就是这个王家五口命案最重要的结构。台中市观察市长表示，这是新的钓鱼式诈骗的手法，用团购黄金投资抽commission做诱致，资金无够的煽动用房车抵押，当地借钱，最后还袂出钱，佫无咧讨债的模式。丰原分局证实，涉案的关键人物，县长的美容师甲姓李的查某人，测试已经传唤到案。县长的查某人依早起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复讯，有伫限制自己释回。专案小组于昨7月4号已经通知关键对象到案，并于讯问后移送台中地检署复讯。李姓犯嫌于警方调查过程中因身体不适就医治疗，未送复讯。另张姓犯嫌经检察官复讯之后，认定尚无羁押之必要，预知限制住居。检方表示，涉案嫌犯在调查过程中，因为身体无爽快，送去治疗，无送复讯。警方强调，会继续针对相关事件扩大调查，早日调查清楚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7月2日罢免投票，若要合作款罢免。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共台宣传国民党的地位。若国民团体发起护国大召集，林佑昌批评鲍坤琪亲中媚台。投下不
骑车的手势。调集支持者爱出门都无同意罢免。立法院长韩国瑜甲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找个做伙体面对罢免挑战的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来徛台。韩国瑜支持罗志强是全方位的立委，佮讲大罢免原来是咧神经，引发关注。大罢免若成功啊，台湾民主一场空。我又加了一句：一寸光阴呢，一寸金呢，罢免原来发神经了。在他当选立法委员第1届的时候，就兑现了选民的承诺，而这样子的政治人物，现在竟然面临想要继续搞专制独裁的民进党发起大恶霸。7月2日大罢免投票，干那剩3礼拜，南北是手牵手要合作。面对南北气势，国民团体发起护国大要紧，对花莲开始针对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意思是真鲜明。车队车5日透早出发，沿途有民众放炮欢迎。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直接讲，鲍坤基就是现代的5.3鬼。傅昆萁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亲中投共。在做所有一切中共希望他做的事情，说中共想说的话，那危害到国家的一个安全。那王宏威在这里当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现啊，立一些毁宪乱政的法案，跟着傅昆萁，支持一些伤害台湾的法案。另外，民进党的立委王义川、议员林良君也和国民团体做伙去市场扫街。化成民众爱罢免南委王宏维，朝野分别动员，罢免的气氛也请假真悬。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大罢免，新竹市有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反罢免团体是找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徛台。另外，发起罢免的团体去市场宣传，双方都拍拼咧催票。伫台顶甲囡仔做伙跳舞，台北市长蒋万安拜六特别来到新竹，为停职的市长高虹安徛台，也伫宣传车顶沿路甲民众拍招呼。面对罢免案，蒋万安呼吁选民7月2日投无同意票，用选票来反对恶霸行为。面对民进党毫无正当性的大罢免，我想呼吁所有市民朋友，每一个民众都一定要出来投票，告诉赖清德我们不同意。借由台北市跟新竹市2位安安市长的连线，让大家呢也可以更加的知道说，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举可能即将要进行，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尽量的出门投票，投不同意罢免。拜托大家7月26号记得来投票，投下罢免同意票。另外一边，新竹罢免团体透早是来到传统市场，一个向摊商握手宣传罢免，针对蒋万安来徛台，批评讲这款感觉实在真奇怪。新竹市的市政评比呢，不管在任何的媒体，几乎连续3年都是全国的倒数。那再加上他一审被判贪污有罪，其实让市民感到蒙羞。那在这种时候，他既不是民众党，也不是国民党，所以刚刚您提到说蒋万安市长要来为高虹安停权市长站台，这个会让人感到更加的奇怪。离罢免投票剩3礼拜的时间，两边拢在想办法冲关选票，离投票日愈来愈接近，双方拼场也会愈来愈激烈。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新台票一直咧起价，目前已经起到28块。中央银行无爱台票起到上紧，有限制抢赎。这外国钱若免外做台票，一天金额袂使超过1000万美金。为着要压制差货，嘛无排除实施T+1的制度，也就是规定这股票买入来，爱等后一个上班日才会使卖出去。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向媒体表示，各国会伫初九进前收到对顶关税税率通知单，税率差不多伫10%到70%。调完了后的关税收入会会8月初开始就到美国。我们未来的这个税率，应该就是可能是15%左右，15%上下。我们主要的筹码不是开放市场，而是到美国去投资这件事情。台湾半导体关税对台积电去美国扩大投资是不是必要变？专家分析，
美国希望台湾半导体厂商去当地投资，有机半导体关税未定升过价。另外，因为最近新台票一直称悬，7月收盘出现18块，为保配合台票波动升过大，央行外汇局测试第一摆对外证实，有限数厂商直接抛汇量伫1000万美金之内。一礼拜要找4大投资保管银行廉价比，若是如果管理无好的外资业者，央行无排除推出T+1的规定，确保外资汇集是投资股市，伫未过了马上汇出，来加强审查外资的资金进出。如果用这个方式的话，就是已经确定你有投资的资金在进来，那就可以降低不少浑水摸鱼的机会。那也让大家会知道说，那到底真的是股市或者是买盘有进来后，那才是真的资金才需要进来，可以避免掉不少后续的争议。专家认为，央行限制直接抛汇量，对台票波动幅度减少有帮助。后向拿美金继续涨，加上对顶关税税率，那台湾比一限定国家较低，市场可能转向乐观投资，对台票更加强势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7月7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伫咧美国建国元首华盛顿的故居，有100多人伫咧即天宣誓规划成做美国公民，其中也有台湾的民众。做回来看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咧美国华府的报道。美国独立日即天，100多人徛伫美国国父交伫华盛顿的古厝头前宣誓成做美国公民。40多年前对奥地利规划做美国国籍的影星阿诺舒瓦辛格是受邀请来演讲。And you don't need the stunts and the special effects and the Hollywood magic to be an action hero. No. Immigrants are action heroes. 数据显示，美国移民干那小可过半的53%规划做美国公民，想要得到美国的身份，移民需要伫美国待至少5年，平均爱7.5年才会当成做美国人。不过，就算讲已经宣誓成做美国人，川普政府的司法部表示，若是有犯罪记录，嘛有可能取消国籍。美国司法部最近扩大执法，针对无伫美国出世已规划入籍的公民，要求检察官优先进行撤销国籍的审理。Sudan, Syria, Taiwan。伫典礼，台湾也红点名，这位新美国人是伫美国定居12年的科小姐，伊留学了后继续伫美国工作，即马政策大变化，以后是态度乐观。美国是我非常喜欢的国家，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美国的价值、自由、平等还有民主的精神，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政党执政，我相信他们都会继续的维持并且发扬这样的精神。249年前由移民建国的美国，即卖局势之下，安怎对待移民也正做一个大考验。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因为日本有网甲参讲7月7号会有大地震甲海啸，害真侪人唔敢去日本。即马时间过啊，移民署估算今仔日桃园机场会有11万人出入境。有行李排伫柜台等报道，准备出国。最近日本阿惠家梁树良伫新车内底活入预言，7月透早日本会发生强烈地震甲海上大灾难，引起讨论。有旅客讲行程早就预定，无受影响。不过有旅客前几日是烦恼甲困袂去。我昨天晚上有一点睡不着，看网络上说什么会有大地震，然后我就怕会有地震。9州玩5天，今年4月的时候决定的。去日本、东北，不想那么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活入预言时间已经过，根据移民署有报，7月桃园机场出入境旅客有11万人左右。旅行社业者讲，许多原本是出国大贵，不过今年到日本团客比去年同期减少1.5到2成左右。团费的部分因为机票调降加汇率的关系，也少差不多2000块。像巴厘岛啊、曼谷的帕泰亚啊、那个越南的富国岛，往这几个地方去度假村的模式去走。反而日本部分今年暑假团体的卖况并不是说很高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成到2成之间啦。针对末日预言的风声，旅行社业者表示，确实有旅客烦恼，不过改日期或者是改地点，爱损失1/3的钱，旅客拢有因的考虑。
分析去日本团客减少，主要甲疫后出国旅游大爆发，真侪人到日本自由行已经算甲差不多，加上休热大会人济，去迪士尼、环球影城、世博会拢也排真久，旅客大部分拢转去海岛度假。记者综合报道。办伫咧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今仔透早5点半正式起鼓，有超过3万人来到现场看今年的哆啦 A 梦。透早4点外，天也未光，路野高台大草坪就陆续出现上万的民众，等待第15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开幕。5点半的活动正式开幕，台东县府打造全世界第一粒的哆啦 A 梦造型热气球，准时扑上天。对全国各地来的游客拢真欢喜，看到哆啦 A 梦接国际的热气球，牺牲困民是有价值的。我们快要4点半就来了，今天天气也蛮好的。看得到那个热气球，就每年都来。我伫台南市海上风台警报发布进前，部分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开幕的造型气球是陆续扑上天。官府表示，到8月2日，除了有热气球展演，阁有伫台东县各地8场的热气球光雕秀。今年也增加7个翕相登卡地点，提供民众收集来抽奖。官府今年也特别准备7架有搭哆啦 A 梦多用的公车，提供游客坐到高台阁有市区区。不过，台东县观光协会估算讲，今年热的平常日期间，台东县的大房率平均大约只有5成，希望国人会当支持国内旅游，到台东佚佗看热气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屏东大平原铁人3项是当地逐年的大比赛，有3个查某囡仔创立旅游的文创团队，用当地上青蚵仔料理甲选手学演。这特别的行销嘛，是更较侪人注意到在地文化。下暗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帮，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寡查某囡仔的海边生活。屏东南边是一个外海的乡镇，伫落车渔村，最近这几年有旅游文创品牌来遮创业。亲像大小港边的3个查某囡仔，因为外地来到遮，甲传统产业设计包装，制作导览的旅游行程是真受欢迎。虽然过程当中有拄到困难，也有3年疫情的挑战，今嘛总算找到因的特色。团队带游客为食的需求来出发，入捌当地海产，体验在地生活。尾仔嘛伫咧楼顶尾办桌，有满满渔村的人情味。阮想讲，阮甲阮的游程，甲阮的夕阳海鲜晚宴这餐桌的活动结合做伙，大家就会使来半工体验遮的内容，透过安尼的方式，互大家来熟悉阮遮的所在。安怎看？阮有拍清气，用蒙的就好啊。少年团队改变勇士业的传统观念，因结合在地青年甲社会人的经验，希望甲地方做伙发展。亲像实施教育的行程，就透过亲身炒鱼酥、钓龙虾、做艺乐馆，互游客改变食鱼的观念。这嘛，互渔村的地方创新拍开新的发展。青春努力，补充体力。当然嘛是定会想讲爱放弃，不过我是感觉有一群人做伙打拼。如果放弃的感觉就可惜的。若是变成是一个团队，4、5个人做伙的时阵，就会让这个力量变得更大。想要做的代志，就会慢慢实现。在外地创业是真无简单，嘛要面对资金无够的困境。不过大小港边的笑容甲乐观的态度，互乡亲愿意出手来斗相共，组织地方的共识，要互渔港的人文甲物产，互更较侪人看到。这3个查某囡仔因渔港的冒险，当伫台湾南部的港边继续行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休热有真侪营队来看中华的台语文园区有台语文化营。今年是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囡仔人报地戏、佮讲故事，希望囡仔伫咧生活当中自然讲台语。讲台语，真趣味哇！城澳洲奖中剧团的王英俊团长教囡仔人讲台词、人报地戏翁仔，嘛绘本设计、城镇训练侪丰富的课程，互囡仔人哪算哪学台语。阿母以前捌带我去附近的县市的庙去带我看报地戏，即摆会当家己亲身体验，伫咧戏台顶悬家己演报地戏。是一个我感觉足特别的经验安尼。我本身就真爱讲台语，是第2届来参加。来遮老师拢用台语教我足侪物件。
当年休来时，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拢会举办台语的营队活动，要来推广本土语言加台湾文化。今年课阁特别邀请专业老师来教囡仔，利用布袋戏绘本加搬戏的方式，用台语小解台湾事，唔但学台语，嘛会当学习其他的专业知识。囡仔拄拄来时阵吼，全部拢是华语国语。但是这3天伫阮这边一定爱讲台语。这3天我相信大家有看到，这囡仔即马台语拢听讲甲足认真。今年的时间，可能无法度看到大堆伫遐咧变馆吼，表演毋是阮的目的，是真正听有，真正会晓讲，真正普通时就会当安尼互动，阮感觉较要紧。关怀基金会表示，今年营队活动无安排成果发表会、互相拼馆，是伫上尾天邀请家长来教室甲囡仔互动，了解这3天营队的学习成果。希望透过活动甲台语传承的种，也到每一个家庭，可更较侪人做伙加入台语家庭，互台语生活化、正常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拜一至拜五早起9点，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拜一到礼拜下晡3点。